你拉过油吗？陈先生只因为吃了一条大马哈鱼，没想到吃完第二天屁股竟然开始漏油了，整个人变成了喷射战士，让他十分社死。问了朋友，没想到也有同样的状况。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他吃的鱼真的是大马哈鱼吗？灯泡一响，脑洞开讲。尽管屁股下还在漏油，但陈先生回味那条鱼，还是觉得味道是很不错的，有点像鳕鱼，比平时吃的鱼肉要嫩不少。当时他和朋友约着去吃饭，到了饭店以后，通过老板的推荐吃这条大马哈鱼，价格有点小贵，108一斤，但他和朋友都想尝个鲜，便挑了条4斤的鱼来吃。没想到在吃完的第二天下午，他当时就放了一个屁，这个屁仿佛某种开关似的，让他的屁股不受控制地流出了很多黏黏糊糊的红色粘稠物，这样他又是社死又是担心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，左思右想认为是吃坏了肚子，但除了那条大马哈鱼，其他东西自己平时吃也没事啊。他去质问老板，老板这才说出了实情，说给他们吃的是鱿鱼。那为啥吃鱿鱼会漏油呢？吃一口鱿鱼，菊花漏3天油，真的有那么夸张吗？首先我们要知道鱿鱼是什么鱼，简单来说呢，就是生活在深水地区，主要分布在我国沿海、日本、朝鲜等地也有。这是一种大型的深海鱼，体型比较像鳕鱼，所以说也被称为仿鳕鱼。但它还有一个喷射鱼的称号，因为处于高压的环境下，体内的油脂不断增多，为了能够上浮，每天要吃大量的食物，所以说身体内的脂肪越来越多。根据相关的研究，据说如果把这种鱼拿去炸，还能炸出不少的油出来。但明明很多人都知道，但还是忍不住去吃，烤的、煮的，但凡是能吃进肚子里的鱿鱼，通通逃不掉。甚至明明有人吃完屁股就漏油，但下次还是继续吃。那为啥人吃了还会漏油呢？毕竟我们人体的消化系统是十分强的，特别是胃酸的腐蚀性。这就要说到鱿鱼体内名为蛇青毒素的天然蜡汁了，主要是由脂肪酸和脂肪醇组成。这种油脂是不能被人体吸收的，就如同废料般随着一起排泄出。但人吃进去以后有疼痛的感觉，之后会持续拉油，有的会持续拉上3天甚至1周，所以说最好还是不要轻易去尝试。接下来说一个大家感兴趣的事情，明明知道鱿鱼吃了漏油，为啥还有那么多人吃呢？主要是因为鱿鱼的味道十分好，肉质雪白，吃起来细腻无比。生吃的话，口感和三文鱼比较类似，有股淡淡的香甜味道，而清蒸的话也不需要额外的香料，吃进去就十分满足。最适合吃鱿鱼的方式还是香煎，把鱿鱼切成小，放到锅里煎熟，撒上盐巴、胡椒粉，一口下去丰富多汁，简直美味。哪怕是知道自己吃完以后要面临漏油3天，你还是管不住这张嘴啊。还有一个原因便是误吃了。大家都知道鱿鱼和鳕鱼实在是太像了，一些商家会用鱿鱼来替代鳕鱼，吃了以后才发现，但是为时已晚。再加上鱿鱼有很多的别称，比如说牛鱿鱼、白金枪鱼、仿鳕鱼、白玉豚等等，加上鱿鱼远比大马哈鱼、金枪鱼便宜，所以说很多人都防不胜防。2003年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场晚宴中就提供了鱿鱼，导致56名客人有42名成为了喷射战士。2007年，香港有一家超市用鱿鱼冒充鳕鱼，导致14位买了的人都腹泻不止。那怎么区分呢？最重要的是看价格，1分钱1分货。对此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，又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？欢迎留言与大家一起讨论。